唔同，我哋同進教根本係完全唔同。我哋同進教唔同。第一，我同你講下，今日進教冇跪落去拜主。第一，進教冇跪落去拜主。佢哋只有坐拜主，佢哋有洗禮，洗禮呢個浸落去水洗禮。有啲人真係成個人跳埋落去啊！你話，成個人浸晒落去啊！你有見過冇？翻嚟咁有個人時咁，哦，犀利啦，恭喜你啦！先，如果講年底香爐啦，咁樣之前揾一班兄弟，譬如接受去拜，咁樣之前使唔使去有人食？我哋今日波會有頭一個。我咁樣去呢個人，我咪咁樣咁食先。嚇？使唔使咁樣咁食先？治好啦，治好係咁入啦。係話去講去要咁得咁樣接受。唔得，我呢接受佢，接受佢拜主。不過年尾一年一定我禁食禁飲。一年一次佢講明嘅，同佢講明，不治好嘅同佢鼓勵佢禁食禁飲，就係接受佢拜天公。點解？費事到去年尾講係唔禁食禁飲㗎？你明白冇？費事到年尾講係唔禁食禁，到10月你講係唔禁食禁飲㗎？治好嗱，吉蘭波拜三有一個新嘅 ，OK， 有一個新嘅又嚟拜天公。我喺吉蘭波，我會行呢個接受嘅頭一個新人啦，頭一個啦，冇香爐冇金銀煙，乜嘢都冇。嗱，你睇點樣？我嗰個帶攞翻嚟，攞嚟俾你啊，俾你哋去睇啦，睇點樣行。呢個拜三。